九巴同城巴都推出咗馬年主題巴士，當中包括開篷巴士同埋復古巴士。城巴暫時只有一架馬年主題巴士，為新巴式 Enviro 500mm C12 米，車隊編號51345，車牌 SN9378。主題巴士以紅色同埋橙黃色為主調，並附有財馬奔騰喜迎富貴以及馬嘅圖案。呢架主題巴士主力行走來往跑馬地同埋港澳碼頭嘅1號線。今年九巴嘅馬年主題巴士用咗配 MCV 車身嘅富豪 B8L 12米復古巴士上廣，車隊編號 V6B210，車牌 ZZ6552。呢部主題巴士以綠色同粉紅色為主調，車身亦附有好運加碼同埋馬嘅圖案。呢部主題巴士會主力行走來往西九龍站同埋天穗嘅69X 線。九巴亦都揀咗一架開篷巴士做主題巴士，以橙色同埋紅色作主調。呢部主題巴士車輛編號為 ATENU726，車牌 TR8167。主題巴士同樣寫上好運加碼等同馬年有關嘅句子，亦有馬嘅圖案。呢部主題巴士會主力行走來往尖沙咀同埋黃大仙嘅旅遊路線HK1。